观众朋友到早，欢迎收看10月初2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卢尚如。花莲马太安溪放山潭灾后已经第10天，光复乡的大平村、大台东村这条佛祖街是这边的重灾区哦。目前县政府已经向中央争取中介主体，而且嘛要来研究迁村的计划。也毋过，受政府是希望维持生活的利便，嘛讲到若是要迁村土地所有权要安怎算的问题。得算50块钱的有年，也毋过原本1楼的平房，明显直接变做地下室。花莲光复乡东财区佛祖街继续搜救行动，也毋过大平村、大东村有89户因为地势较低，算长严重，县政府紧急向中央争取中介体，也研究迁村计划。有些地区它是属于地势过度低洼，即便未来这一个在相关的堤防修建以后，可能民众还是会有疑虑。那这个部分我们大概会有规划所谓的中继跟这个长期的这个社会住宅的这个概念，也有挑选了几个备选的地点。优先第一阶段先掌握这89户门牌是不是都有涉及，它的总人数是多少？第三个，它是急在人不在吗？所以我们要透过民政系统紧速掌握。目前第一步，政府有缘继续评估89户敢是有居住的可能，做落才下调中介体第几个月按伫最后才规划社会主体，也是迁村等永久方案。也毋过，敢是会当一地换地土地所有权的争议有缘有待解决。如果中继屋的话，也要看位置是在哪一个地方啊。当然是还要以生活便利性为主啊，没有打算迁村的那个想法啦。这个地方怎么迁村？土地都在这里，你说要叫我们搬进来？我马太安溪的徛街、农田拢互土刷水淹去，甚至有3个半环受损，出现长度2860公尺的大范围崩塌。水利署也加派人力机区打造管道大约3至5公尺的临时土地。这个礼拜六，10月4号，我们将会完成第一道的临时土堤3公尺的部分，让这一个基本的保护达成。那后续我们会持续的加高跟加强。目前土地施作用3岸保护继续推进，内站土地18，中站太空包冻水，外站土角防护，到10月初1，防水已经累计完成长度800公尺，大约27.9%。水利署也讲，要伫明年的大水期进前完成半环复建的工作。公视新闻采访报道。花莲光复乡的灾情严重，国防部长郭立雄昨夜去勘灾，也由行政院请为桂联县做前进协调所的总协调官，宣布调整这救灾机制，甲光复乡7个村调整做责任区，由军方指挥官进驻，要伫中秋节进前甲烂土变好清气。怪手无用咧乌落高梅，边仔山鸟共款无用安尼载来载去。花莲马太安溪放山乌崩花，严重损断光复乡。到他继续敲找失踪的人，在佛祖街有民众已经等9日，希望当找到失去联络的爸母。跑去询问，跑去找，他有没有可以来帮忙的，也是真的都没有。对，今天看到这样开花，心里只感觉很谢谢，真的谢谢大家。因爸母输当时是去工寮顺菜园啊，煞拄到大水，即马拢去落高梅淹去。民众也是希望会当找到人，甲因爸母带转来。现在国军嘛动员官兵加入救灾行动，守护家园。国防部长郭立雄初一去花莲勘灾，有去一间人家厝关心清垃圾土的情形。这间厝的受灾户都是军官，大水来的时，带3个囡仔入去探水，水淹到阿妈滚。加在有经过迄个时阵，顺利得救。你站在床上面，对，我在我上面，然后小孩把他搬到衣柜上，对。官兵做伙甲掉伫土地的轿车塞出来，另外一边嘛去人家厝协助清垃圾土。光复乡灾区连日4个拢会当看到官兵，即届国军拢总有超过3000人投入救灾。除了国军，还佫有真侪志工甲爱心团体做伙来灾区斗3工。行政院政委桂联城轮到做前进协调所总协调官了后，宣布要调整救灾的机制，甲光复乡7个村划做7个责任区，由军方指挥官主导人力的调派。嘛头一届使用军方的用语来进行调度，希望要拼伫中秋进前，会当完成人家厝甲车路清垃圾土这2大任务。这次来的志工有80%以上全部都是年轻人，把我们分配的志工带到我们的7个村的某一个村，
看哪一个村最需要人力，我们送过去。未来规划会由军方伫咧车头用卡车来载志工，调派甲指挥志工去需要到3工的所在，希望提升救灾管理的效率。这个大水甲马太安溪桥冲断去，外界关注便桥大的进度。目前施工的厂商已经甲暗管藏落，而且有乌甲原地溪补的深度。研判未来若是拄到大水的时阵，溪流的宽度甲深度有增加，会当互大水较紧通过。能够通的话，可以让我们走的话是最好。交通部表示，会伫15进前完成罗南甲上北方向的便桥，明年1月份进前完成更替便桥。若主要桥的部分，伫115年年底完成单向的车道，116年年底完成双向的车道。记者综合报道。有志工发文表示，去花莲摒扫回来了后，这条仔技术发现变做胖受用，甚至有人出现换文机用解症，即马是当地交互病房急救。医生就提醒讲，若是讲这肌肉开始疲劳痛，还是讲定定，都一定要休困，严重者都要互医生看。需要什么吗？灾区现场发生好物件，就是烦恼风沙伤大，会好救灾民众把钱直刷无爽快。光复乡灾害严重，真侪志工就发现到灾区协助复原，也讲现场除了有人掉刷，也有外伤状况，互的交杯啊、手笼、手套也拢爱有。袜子穿厚一点，然后长裤、袖套这样子。因为我来了2天，也有发现就是有一些人好像有一些中暑相关的状况，或者是一些外伤。灰尘很多，风沙很大，看不清楚啊。这边就是空气可能比较不好，然后也会喷到眼睛。要降低灾后对居民甲志工的健康冲击。初一开始做的公费流感甲新冠疫苗，伫花莲光复乡采取全民注射，对象除了光复乡全体居民，也扩大到伫支援灾害的工作人员、国军官兵甲志工。卫福部表示会看注射状况，另外8波疫苗。听说就是灾区有人就是感冒，所以我想说先预防，然后以免影响到确诊。当地救灾也爱注意自身的状况。有志工发文去花莲秃头登去了后，条仔变做胖瘦下，除了不人颈骨痛，提醒登去厝的志工爱会记得量体温，监测身体状况。也有热心的民众表示，为花莲秃头登去了后，出现发烧、脑痛等症状，引起大量网友留言讨论。其中有一个目友透露，身边有人登来得到怀文机用解症，目前伫刚好病房急救。这是会造成肾脏衰竭的哈，所以说当自己觉得说，并不会随着休息某部位的肌肉它的肿痛仍然在持续这样的状况，而且有全身疲劳的状况发生的话，甚至影响到意识，其实就要警觉到自己是横纹肌溶解症的一个状况。医师表示，若有这个状况，爱停到手边的工课，若休困了后，也是无法度恢复正常状况，爱量查就医检查，并不是出现乌尿、甲酸警醒，迄已经是真严重，是后期的症状。疾管署也提醒，清理的时千万唔通赤手赤脚、轻拖鞋，甲直接接触有水、有泥，也是灾害废弃物，注意身体健康，才有能力协助灾民重建家园。公视新闻采访报道。有真侪山顶超人去到花莲光复等3工，甚至有志工也发挥全场替人掠脸加头毛，也有护理师四界走提供医疗协助，甚至讲也有民众做出一张灾区的整合地图。发起人如先生就讲，伊的想法是真简单，就是希望互咱要伊的人甲所在会当有更较好的照顾。来自各地志工提各种工具到顶头嚟救灾，让人看到的是真感动。不过，伫灾区现场，其实也有真侪人无私来付出，不求回报。我们没办法当铲子草，但是我们用我们的专长去帮助别人啊。我看还蛮多人来这边帮忙，然后中暑。我是自己开按摩店，那我就干脆利用我的双手来帮大家就是舒缓。天气掠这个经路，缓解疲劳，所小家家己店规几啊工到灾区边会掠零，想看发挥也战场。有一些煽动贴布这样，喷雾什么的要高这样子。后壁的牌仔内底，各种急救品拢有，护理师挂着这2条，伫灾区行来行去，倒位有需要护理，伊就对倒位去。前面几天都没休假，我就今天放这天，然后就过来。我就是护理师啊，就是可以帮忙换药。我最会的就是换药了，我超会换药。那他们比较缺乏的是，可能是小路中间及时需要的包扎或换药这样子，所以我有点像是法师补血这样子，就是沿路看有没有人需要。灾区一下各方热心人士来发挥全场，点点付出，一心干那为协助花莲来复原。
走出火车站后，要是对灾区情况不清楚，只要点开救灾整合地图，哪里缺人，哪里缺机具，交通资讯如何，通通一目了然。救灾地图发起人卢先生讲，伫花莲生活10年，真爱这片土地，想要互家己关心的人甲地方有更加好的照顾。也伫后壁更加有一寡无私奉献的伙伴加入，来加强这个网站。从大学就学起到现在，我已经毕业6年了，也就是说我在花莲待10年了。我很喜欢花莲，然后我很喜欢看风景，然后我只是想要让我在乎的地方，我在乎的人们，可以被更好的照顾。尽管生意的职工人数甲前几天比有减少，不过中秋节连假即要到啊，一定搁再有满。热心无名的职工会搁来斗3工，相关的铁公路运输嘛要提前准备。记者综合报道。出来，咱来关心天气哦。今仔日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所以天气是较稳定，高温是伫咧32至36度。咱来看温度。天气真烧热，气象署有针对湘北、桃园和台中来发布高温的资讯。其中大台北和台中是柑仔色灯号，有可能是会降到36度以上。另外，桃园是黄色灯号。也若雨水的部分，气象署是指出，目前热带性低气压 TD 离属伫咧台湾的东南边，有可能会变作风台。所以拜五、拜六受到外围云系影响，华东恒春半岛落雨的几率是较悬。咱继续来看崩山湖的消息。农业部林保署25是出动空载光达扫描机去翕资料，比对内政部崩山湖出现以前的地形资料，发现讲这山体崩起的深度有甲400公尺，水尾的溪部也比造大水进前是悬450公尺哦。也因为讲这崩山湖是自然的现象，未来若准落大雨，敢会搁再造大水，目前也当得密切监控。马太安溪崩山湖崩花带来严重的灾情，有关水头崩起的情形，林保署25出动空中雷射扫描仪，以精准度1公尺的模型，测到真清楚的影像，比对内政部111年至112年崩山湖形成进程的资料，结果发现山顶崩塌的情形真惊人，深度上深有到403公尺。差不多都有200-300、300-400，那我们量到最深的是差不多403公尺这么深，差不多将近高雄85大楼这样的一个高度。另外真惊人的是，水尾则真侪土沙，溪部的悬度比大水来进前悬450公尺，超过10层楼悬。也若山顶累积土埋的量有偌济？根据水保署的计算，因估算水尾积的土有3000万立方公尺，甲山顶累积的土来比，至少超过10倍。大概3亿多立方公尺。水头积的土石量是真惊人，崩山湖真明显伫咧缩小当中。崩花进前面积是140公顷，水的量是9100万吨。崩花过长工，水的量已经减75%。9月2日，水的面积剩15.5公顷，比当形成的时阵搁较细。到10月初以上新的数据，面积已经减做12.8公顷，水的量剩无600万吨。不过崩山湖还伫哩。山顶大范围崩起的所在是看现，敢有可能第2届佫形成一个崩山湖呢？照常理是不会的啦，除非就是那个又有一个地震或者是豪雨来，让两侧的土石再往下掉，否则就不会了。崩山湖崩坏危机是暂时解除。林保署讲，崩山湖的水位有持续降低，算是稳定的状态。而且对水头崩起的情形，即嘛是有更较清楚啊。未来雨量若预估会到什么款的程度，爱定出一个标准，设做警戒值，进一步通知民众爱注意，是说落来真重要爱做的代志。记者综合报道。根据环境部的统计，花莲光复灾区已经有甲1万吨的烂土清出来了。有居民是呼吁政府未来伫咧发布灾害警示的时阵，唔通逐概拢写差不多的内容，就要强调这严重性，互民众了解。嘛有在地的保育人士是建议，未来若要治水，应当对分洪的方式来去做。花莲马太安溪崩山湖灾后到今已经超过1礼拜，灾区继续清土煤。根据环境部的统计，已经有清10267栋的土煤出来。有居民表示，照用过的经验，在地人拢知影马安溪水尾到淹水，毋过无遮严重过。除了经验判断是较差，另外在政府改善的部分，居民表示，虽然有提醒崩山湖的水会甜出来，也毋过应当爱强调严重性，互民众了解。其实我们看到简讯都是一流一流。如果他今天提到说可能会停，我们的防范心可能就不一样。
样。老人家也知道这边会淹呐，但是他们的淹为什么没有那么严重？那就要去讨论到说堤防的设置啊。马鞍溪南花自本就有3段无相接的光伏报花，用开喙的设计来做地防的功能。水利署9月19日发新闻稿，指出第9号船分署为着防灾已经有提早封开喙的所在。有在地保育人士表示，这摆做大水水量实在伤济，嘛超出原本单边报花的负担。伊建议政府未来要治水，通对马鞍溪北花分洪处理。咱南侧这个保护咱马潭内堤吼是介久的堤啊，吼啊，即马大水若来吼。伊的迄个下水迄个空间无够的时候，伊阮公园这边的马潭这边的道吼，就安尼判过来。阮是建议讲吼，北堤迄边吼，会当比照讲做疏洪的方式。根据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找一日汇报说明，针对马鞍溪南边3段报花受损的部分，打算2礼拜来完成抢修，3个月来做好报花加强防护，然后伫咧明年完成永久性的报花。记者综合报道。这间花莲邦山湖涨大水，嘛影响到文书的保存甲教育哦。一位作家何库厝内所收藏的3万多本册，也有珍贵的文书资料，担心拢乌有去啊。另外，教育部嘛评估讲，公学上岗也有公学高中，可能是爱到10月13才有法度转来到学校上课。画面内底水一直入来2楼的，外口的水位嘛得要到窗仔门的悬度。厝内是规路苍苍，家具甲物件全部拢对水咧流。这是文书工作者迄库因兜拄着大水的画面。听到那个谁来，打开门，那个水已经到这了。哦。然后有那个铁闸门进来，平安。还在呼吸。心情平复下来。还在呼吸就好了。想到大水来的时阵，也是感觉会惊。迄库讲，原底伊还伫咧1楼的册桌啊。不过了后，水又入来愈来愈大，伊就赶紧装起来2楼的。不过上界无彩的是，伊真侪年来收藏的3万多本册，也有文书资料，全部拢进水。所以总共有5个大书库来容纳他的书。当时搬家的时候也是大卡车来搬运，还有非常多的田野调查报告啊，还有因为他是导演，所以他有非常多的那个拍摄的那个小方块的那种录影带。这手写的稿放伫边啊。伊的亲戚朋友讲，这个量也无甲伊一支骹毛。根据了解，迄库长久以来拢真关注花莲，捌写过2部在地历史，包括《大河志》、一个村落的诞生，甲甘蔗的名。2020年出版挂面世的面册，甲剧本《长跑者》。伊的作品有影像、剧本甲小说等等。另外，光复乡教育的工课要恢复，赶快要有一段路爱行。在学校，进度有一点缓慢。那目前光复3公以及光复国中主要灾损清淤的进度，光复3公已经达40%，光复国中达30%，那今日目标要达50%。教育部讲，2间学校目前水甲电脑已经来啊，不过恢复上课的时间，目前希望初7进前会当实行上课。双10连假了后，13开始实体上课。花莲县府教育处表示，恢复上课了后，学生伫咧交通往回方面若有困难，会规划定点来斗载。另外，光复国小甲大进国小要是安置收容使用，会安排学生去附近的学校上课，互课程的进度袂受到影响。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咱来看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头先，咱先来看联合报。台北市公馆圆环拆掉了后，昨日上班日是大塞车。昨经过调整了后是有改善一寡，市长蒋万安是强调，尚无爱观察2礼拜，这车流才会恢复到时间进前的状况。再来，咱来看自由时报，劳动基金8月有赚2778亿，创历来单月上悬。其中新制劳工退休基金前8个月是有赚2200多亿，平均一位劳工通分红大约是17000。再来，咱来看中国时报。美国农业部处长林德伯格带团来台湾，以推销美国乙醇，讲加伫咧汽油内底这款酒精汽油，今年是通替台湾省100亿。因下咱公是答应讲，未来4年会采买100亿美金的美国农产品，其中就包括黄豆、麦啊、番麦，也有牛肉等等。继续咱来关心台美的关税议题。咱台湾的代表团最近佮去美国展开第5届的协商哦。针对美国商务部长最近提出晶片生产台湾和美国各人做一半，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君是强调讲，
咱台湾未接受这款的条件，嘛讲到这假期有谈到这关税税率，也佫有关税唔通踏关的议题。美国对顶关税，台湾谈判团队继续争取更较好的条件。不过最近美方提出这个议题是晶片5分对半分。同时时间，现职政府议长陈丽君顶礼拜到美国进行第5轮实体协商，这个7月天要转来台湾，强调未答应。我想这是美方的想法哈，我方谈判团队从未做出晶片5分的承诺，请大家放心。那这一次我们也没有讨论这一项的议题啊，那我们也不会答应这样的条件。陈丽君讲，台美双方对供应链合作也继续伫协商，另外232条款调查的项目也继续增加。也讲，出行目标就是要争取调降这对顶关税税率，也佫有关税卖贴加起去。不过去年台湾对美国顺差达到639亿美金，学者是分析，这个局面是进退两难。就是如果我们跟美国谈得不好，那我们对等关税还有232条款的半导体关税还是偏高的话，那这个对我们台湾的出口一定会产生不利的影响。我们是接受也不是，不接受也不是。另外，这个7月台股大盘开红起270点，经过小可波动了后，收盘是25982点。电子股领起，台积电一度达到1350块，收盘是1325块。不过观察前一天有交易户数，敢若剩748800户，甲91年甲进前来比较，减少415000户。市场观察的情绪是真高。记者综合报道。美国农业部处长宣布讲，要开放咱台湾的往来销去到美国，真侪农民是拢乐观看待。亲像讲，高雄、屏东是国内往来的主要产地，产量是占全国的超过4成。已经有甲往来外销到加拿大的农民就讲，往来用船送去到美国大约是要3礼拜，那船会当解决保存的问题，对咱这往来产业的发展是有真大帮助。这什么品种啊？真准哦。甲一粒一粒往来对产地采收起来了后，就当送去清洗包装，准备出货。台湾往来去年产量有358000多吨，高雄、屏东生产就占超过4成，是台湾往来上大产地。因为台湾往来外销以日本为主，占外销量9成。另外，还有香港、澳洲、加拿大等等。听到美国农业部要开放往来销去美国，种植面积上快屏东县，农民有欢喜，冇烦恼。日本很严格了。我们都可以过去啊，可是美国我们没有去尝试过，不晓得它的要点到哪里。那最主要也看了后续所谈出来的这个相关的税率、我们的检疫条件，还有我们的航运的部分，是否我可以配合得上哈？往来上接拄到的病通开，就是孤身甲牙。农民虽讲烦恼检疫的条件也被讲好，不过有外销日本的经验，问题无大。目前上界需要克服的都是运输的路程伤久，因为台湾主要往来品种是大龙17号的金钻，保存期敢若2礼拜，无适合外销美国。高雄往来龙张清泉就建议，会当换用这款新品种山野往来，保存期会当到3礼拜。伊就是用山野往来成功拍开加拿大的外销市场。加拿大运输差不多20天左右，甲咱美国的西部同款嘛，所以咱这个运输的时间，我感觉会当用品种来解决吼。农民讲，台湾往来有机会头摆外销美国，加一个这么大的市场，对因来讲当然是好消息。不过到底会当有偌好，爱看落尾外销绩效检疫条件安怎定才会知。记者郭家从用高雄屏东采访报道。镜头转到国际，真讲到是介有名林中类动物学家，嘛是环保的创记者。10月初1是伫咧美国加州逝世，只到91岁。这位来自英国的科学家，用一生记录研究黑猩猩的行为，在生时嘛强在呼吁人类要重视气候危机。美西时间10月70号早，珍古德研究所宣布珍古德过身，或者场地加州举行的正式活动，临时家属对树停喊，现场气氛哀切。Jane Goodall Institute has learned this morning, Wednesday, October 1st, 2025, that Dr. Jane Goodall, DBE, UN Messenger of Peace and the founder of the Jane Goodall Institute, has passed away due to natural causes. 英国伦敦来珍古德1960年一人去非洲坦桑尼亚，在贡贝斯国家公园的黑猩猩保护区展开数十年的研究。伊拍破迄时阵学界，敢用数字记录动物的传统，为黑猩猩号名观察因的家庭情感，佮证实黑猩猩也制作工具拍蜡，改写人类照顾的行为的定义。
透过国家地理杂志甲纪录片，郑骨德将乌星星世界报一位全球的家庭，加做迄时阵少年女性科学家之一，也开启后续女性灵长类研究者的道路。后来，伊豆豆将焦点转向环保甲气候行动，推动教育计划甲保护生态地。We're part of an extraordinary species, and we will only achieve our true human potential when head and heart work in harmony. 郑骨德后半生转向全球环保甲教育行动创办金家计计划，以去世界各地推动保育，得到英国国会法国人权军团勋章甲2025年美国总统自由勋章。今晚以过身，留予大家科学突破甲英雄理念并存的遗产。公司新闻陈伟珍编辑。今麦美国政府因为新年度预算开条例，率来除了执法交通管制，也个边境安全等等，少数工课会继续维持以外，非必要的公部门业务是全面暂停哦。这是美国7年来头届案例。有分析师就指出讲，这款情形只要维持1礼拜，经济成长率就可能降0.2至0.1至0.2个百分点。On this vote, the yeas are 55 and the nays are 45. The 60-vote threshold having not been achieved, the bill upon reconsideration is not passed. 经过7年，美国政府搁一届停放，这是1981年以来美国政府第15届停放。联邦差不多80万的红车的员工，经济休无薪假，甚至可能互川普政府是头路。美国政府每一年拢爱伫9月30进前通过后一个年度的预算，若是未付，就要通过延长拨款的法案。政府运作的支出来源才袂长去。不过今年共和党甲民主党伫参议主要卡关的，是人讲奥巴马健保的边界医疗法 ACA。民主党要求伫咧 ACA 内底，都要恢复对价收入予家庭的补贴，纳入延长拨款法案做回表决。不过共和党主张医疗甲预算都要分开处理。最后两党伫咧互相对价的情形之下，表决无通过，互政府爱关门。We simply asked Democrats to extend existing funding levels to allow the Senate to continue the bipartisan appropriations work that we started. And Senate Democrats said no. Why? Because far-left interest groups and far-left Democrat members wanted a showdown with the president. Be millions of American families in the next week in October sitting down and saying, how are we going to pay these damn bills? What do we have to cut to pay these bills? Or should we cut our health insurance or drop it altogether? It's estimated over 4 million people will. And why are those costs going up? Simply because the Republicans refuse to extend the ACA credits. 共和党批评民主党，安尼是甲预算绑票；民主党嘛批评共和党，安尼会造成美国上大医疗危机。总统川普伫咧前几天就加入这场战局，伊甚至还佫讲要伫咧美国政府内底大量裁员。They want to give health care to illegal immigrants, which will destroy health care for everybody else in our country. 所落来，美国政府各种的运作，亲像学贷、联邦资助的学前教育、国家公园，甚至交通的运输，拢有可能会受到影响。2018年至2019年，川普顶一个总统的任期的时阵，就捌有35天，历史上政府停放上久的记录。此当时，华府美国国家大厅，电满满无人来清理的粪扫人，就显示这个乱象。现此时，参议两党对立已经真深，若无法度伫咧边界医疗法有共识，即届政府关门来要解套，恐惊是无遐尔简单。公司新闻洪如梅编译。欧洲国家捷克10月初3、初4就是国会大选。目前的民调显示，由捷克前总理巴比斯带领的不满公民行动党以30%的支持率领先，伊也自称是川普主义者。另外，调查结果发现讲，有数百个企图加小和当地团保亲罗西亚的内容，那像是要来影响选情。网络上四界拢看到国会选举的竞选广告。欧洲国家捷克的国会大选即要到了，预计伫10月初3、初4就会投开票。最内民调显示，由捷克前总理巴比斯率领的 ANO 不满国民行动党以30%的支持率领先。也来现任总理费亚拉所领导的执政联盟特加勒支持率是20%，排伫第2，这互部分的选民是感觉真烦恼。Politické situace tady v naší zemi, podobně jako na Slovensku, podobně jako v Maďarsku,
Zprávy politiků, kteří se chystají uchopit, jsou jasný a je potřeba se tomu postavit a ukázat. 今年41岁巴比斯，捌伫2017年到2022年中间做过捷克总理。伫副比赛17排行榜内底是捷克的第7大候选人。伊家己讲是川普主义者、和平主义者。伫竞选中，伊推出的政见是降低能源建设、提高工资，并且减少企业税。不过，伊伫气候政策移民问题顶面，却是甲欧盟的意见是相对并的。加上伊甲匈牙利、斯洛伐克两位总理关系真好，并且主张减少支援乌克兰，互选民反映伊对乌克兰甲罗西亚问题的立场。To, co chci říct, je, že akutní ohrožení z Ruska je velmi vážný a že já jako starý člověk jsem to zažila v 68., kdy najednou byly na ulici tanky, takže to si můžu úplně reálně představit, že ruská agrese může být hned. 另外，有捷克媒体调查发现，有将近300个相关的网络的户头，伫 TikTok 传播亲罗西亚内容，也伫几秒内自动互相按赞，并且分享出去。有2个国家行政机关的消息人士讲，这影片是由少数的网络户头制作屈欧政治言论的影片，利用快速传播引发大家注意，就出来影响选情。研究人员甲安全官员讲，这种方式甲罗西亚组织网军农场方法相款，已经提高欧盟甲 TikTok 进行封锁3度科技的网络的户头，后续行动也交由社群平台决定。公视新闻，陈思东编译。原来今仔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咱做伙来看世界。乌克兰联管部10月初1表示，受到罗西亚的攻击，地苏切诺比核电厂部分设施电力供应断去。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就指控罗西亚对全球的安全是造成威胁。再来，咱盘朝鲜日报是报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要伫咧10月31至11月初1参加庆州所办的 APEC 峰会，迈向美国总统川普，也有南韩总统李在明进行会谈。再来，东非国家伊索比亚有一座教堂临时做的英格平台，10月初1的时阵向倒去，嘛造成当时来参加圣母玛利亚节庆活动的民众，上无是有36人死亡，200多人受伤。10月初1，中国的国庆有几多位台湾艺人伫咧微博转发中共官方媒体的文章，祝中国生日快乐。对这项代志，咱的陆委会是表示，艺人都要珍惜台湾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做伙来维护中华民国的繁荣甲存在。伫网络发表祝贺中共建政76周年，希望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的文字，也遭发中共官方媒体祝贺影音。这篇艺人陈志平大文章，正做10月初1头一篇出现的台湾艺人祝贺文。除此以外，包含吴孔林、易令晶、吴奇隆这几位艺人，也陆续转发中共官方媒体祝贺大文，引发注意。艺人嘛，他是靠舞台在吃饭，他有他的为难之处了。不过呢，就是不管他宣传任何事、任何人都没有关系，但不要伤害到台湾。演艺工会认为讲，高端化发展的艺人有未少无奈所在。文化界人士是认为讲，艺人在中国发展，加减会受到一寡压力，无需要伤过这边。不外乎就是说，你要承认你是中国人，不赞成台独，类似这些嘛。但是我觉得不要太苛责他们，说一些声明，我都觉得情有可原。由进前中国93阅兵就台湾艺人转发中共官方媒体致敬胜利大文章，团部学者认为，这类发文一再成做新闻话题，除了政治因素，重点是台湾市场有限。台湾的艺人为了争取更加大的发展舞台，表示态度加减有市场的考虑。不光是主流的艺人，像一些独立乐团啊，几乎没有人不带大陆去找一些巡回演出的机会。政治的一个话语就是要抗中，但是你自己并没有很好的发展的一些市场条件。对此，陆委会讲会继续关注这打出来文章是毋是牵涉爱化台湾、消灭中华民国主权，也有宣扬武力对台才进行，也搁在提醒艺人珍惜台湾，得来真无简单的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共同维护中华民国欢迎甲存在。记者综合报道。中国的海警船又搁来乱咯，海巡人员9月30早起6点，伫咧东沙岛的南平水域，发现讲有2只中国海警船接近咱台湾的水域。海巡署接到通报了后，随派来台南舰，也有机电舰去应对。伫咧8点外，这2只中国海警船入来台湾的限制水域了后，台南舰是专程监控要甲因赶走。
台南舰于岛南29.2海里限制水域线上全程并航监控，持续驱离。晚上6点15分，中国海警船31洞3及31洞5于东沙岛西南方海域往西航离东沙限制水域。海巡人员专庭监控也公布要甲赶，东沙海洋国家公园是咱上关规格的海洋保育区，毋但海警船来闹，中国渔船嘛掠过界。敢若今年到达就赶159只渔船，查扣12只船啊。面对中国的骚扰，咱海巡署伫咧维护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嘛呼吁中国是拄好就好，毋通来破坏区域的和平稳定。国内流感是已经进入流行记录。今年的公费流感疫苗是对10月初1就开始做。第一阶段是65岁以上的民众，抑个高风险族群会当后生来做。台大病院的院长余宗仁就先示范，呼吁民众会当倒手注流感疫苗，正手来注新冠疫苗，来增加双倍的保护力。立秋委准备好势，台大病院院长吴忠仁领先代表医术监管公开示范注疫苗，宣告今年度公费流感加新冠疫苗于10月初1起正式开始做。怕打疫苗是怕说会有副作用的，但实际上呢，疫苗的副作用相对于它的一个保护的效果而言呢，其实是微乎其微。透早，台大病院都有排队的人。今年公费流感疫苗是3价疫苗，加新冠 LP.8.1 疫苗。第一阶段开放65岁以上长者等11类对象组，新冠疫苗是提供给风险族群等9类对象组。第二阶段为11月初1开放50至64岁无高风险慢性病的民众组。要打就要打吧，不要到时候没有疫苗，每个在抢。那最近的统计，1周的流感就诊人次已经将近13万人次哈，那比前年的秋季流感的这个疫情人数还高，所以10月大概预估整个月都可能是处于相对的高点哦。国内长者注新冠疫苗比率偏低，只大约20%。落后英国、美国，吴忠仁建议注的方式会当倒流正新，倒手注流感疫苗，正手注新冠疫苗，得到上重的保护。公信新闻采访报道。交通部公路局昨有公布新的驾照管理3大改革，其中高龄换驾照只要满70岁，明年5月开始就要主动去换；到75岁驾照是3年要换一届，而且嘛就要做体格检查、人体功能测验等等，确定讲驾驶驾到有关，抑阁是有安全赛车应变能力。想要赛车上路，为少民众会到驾训班接受训练。不过对明年开始，想要摕到驾照，恐惊无简单。因为交通部公路局对到驾照管理做改革，明年开始，伫汽机车的考照笔试的改制全部选择题，路考也增加停留甲无号志路考项目。希望经由以人为本的驾驶员先配套训练，让驾驶员养成主动停留的文化，促使这个就是考照的驾驶，他必须花更多的时间。透过练习的时候，就是无非就是希望说他能够强化他的各方面的，变成是一个习惯。我在一开始的训练跟考照重研的话，坦白讲，后面的回训部分上跟安全性相对能够提升啦。另外，伫回分制度对特定累犯矫正，明年新增加讲习对象，若是重大再犯，也加重这个延长讲习时数。若互吊销驾照，禁考3年以上，若要停考，爱强制完成驾驶训练。如果考照加严，将来无照驾驶会不会更增加？所以我们也要去加强无照驾驶跟重大交通违规的执法。也若侪岁人换照，对明年5月起，即要年满70岁换照，爱通过体格检查这项目。驾照效期会用到75岁，75岁民众想要换照，爱上免费安全教育课程加危险减低体验，每3年会使换1摆驾照。不只是认知功能的缺损以外，视力跟听力其实是影响到一个驾驶的安全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公路局讲，对明年1月开始的分阶段推动17项改革的做法，让整体驾驶人具备正确观念甲道德，达成每年降低7%死亡人数的大爱防治目标。记者综合报道。劳动部有公布上新的统计，受到美国关税影响，减班休困的农种数是有7000多人，其中制造业有关是占多数。劳动部就鼓励企业去请制造业离职也是失业的劳工，逐个月会当甲政府来申请一个人6000块的聘用奖助金，相当会当补助6个月。
美国关税对咱台湾就业市场的影响，也是继续在扩大。10月初一，劳动部公布实施减半休群的上新统计，受到关税影响的农总有310间企业，7755人，比顶一期阁增加68间，1509人，占总通报人数8509人的9%，制造业也是占多数。也毋过，劳动部表示，即届增加的人数比顶一期阁较减，56间企业因为订单回稳，恢复正常工时。16家里面以机械设备制造业最多，然后其中有4家它是提前终止，它其实通报原本的期间可能到11月，因为订单回稳，所以他们就提前终止。目前受到关税影响的企业甲劳工，除了会当申请雇用安定措施的帮助，9月30劳动部更有针对受冲击上严重的制造业推出劳工就业统计话，鼓励企业去请制造业离职也是失业的劳工，逐个月会当向政府来申请1人6000块的聘用奖助金。相当会当补助6个月。除了关税影响外销和劳工，有产业工会提醒讲，政府定要注意，未来美国产品若以真价介绍未来台湾，恐惊会影响到以供应来输市场的产业和劳工。美国关税增加，咱的产品去到美国，咱的产品会无竞争力嘛。第二是美国进口的关税啦降低以后，影响到国内的产业，包括农业，包括汽车的产业，拢会受到真大的冲击。专产总建议针对外销的产业，政府要辅导企业去走找美国以外的市场；另外针对内需的产业，嘛要做影响评估来定出对应的政策，让国内的产业会当继续稳定发展，嘛让劳工会当有稳定的就业环境。记者卢尚如、林晓凯台北报道。继续咱来关心花莲光复乡灾情上较严重的所在，就伫咧佛祖街。而且有一间保安寺是已经有149年的历史，也是当地真重要的信仰中心。这边的灾情原来是真严重哦。规间庙这涂刷是阴两美观，也毋过庙内有一寡神尊，也个好势，互信众嘛感觉真神奇。怪手甲20-30位的志工伫咧花莲保安寺做志工，甲原本应该剩1/3的庙慢慢清出来。这大只的无法度入去，人感嘛歹清，因为这该清嘛。所以爱个细只入去清，这个又是庙，这个庙啦，拢古迹啊。规间涂刷有2米高，毋过对相片会当看到涂刷无因过神尊，四脚摩尼佛、天上圣庙、关圣帝君，这个神尊拢好，互信众感觉真神奇。当地居民也讲，保安寺是当地重要的信仰中心。计灵感，阮迄孙仔若伫外国，也是讲伫台北若来，拢一定去保安寺。花莲光复乡的保安寺就伫即届上严重的受灾区佛祖街顶面。庙方讲，当初因为旱林去甲光复乡开垦生活，所以才会伫咧当地起庙。这间庙已经有149年的历史啊。虽然神明道顶一寡神尊阁好，但是庙方讲也是有一寡神尊去互大水冲去。咱的佛祖吼，新刻的有5尊，原来也有3尊到8尊，宝架12尊拢无去哦。唔啦咧，若要算差不多20尊啊。有3台环保局货车，搁放卡伫咧烂土内底。若伫咧这个所在咧，阿伯伊放弃几啊天的货车，伫咧今仔日总算找到啊。保安寺现场的路工煤是真深，也有附近民众的车，互大水冲到庙埕。庙方讲，即届的损失真严重，若是要清理好势，恐惊就要真2个月时间。记者陈阿选柯敏哲花莲报道。今年台湾的猪仔因为较袂大，搁再加上喂病，所以产量减少，价数嘛加悬。中华稻业者因为成本增加，制裁袂调，10月都已经开始起价了。因那肉品市场的肉户也搁延长，嘛拍算要伫咧中秋过了后来调整价数。空肉饭甲肉丸是中华正出名的食物，但是因为最近猪肉价小悬，成本增加，稻业者挡袂调。10月开始，部分的品项起5块至10块。今年来讲，算10年来吼，猪肉吼的涨幅去上侪一届，无超过30%起哩。影响足大的啊，因为你一天差30%的迄个进价，大概从95块涨到现在120、130。业者表示，今年猪肉为过年前就开始起价，即阵成本加要3成，其他原物料价数嘛拢有起，才会来调整价数。大部分的人客是表示会当谅解。卖猪肉店的毋是讲欠猪肉，系啊，欠猪肉，所以若安尼当谅解，只是讲起价起来，等下俗落来是拢袂阁俗落来安尼。我
就还蛮喜欢吃。我会觉得，因为我们吃的量也不是很多颗，所以1颗5块我是还可以接受这样。根据中央畜产会的统计资料显示，7月到今，全台湾肉猪的化价平均1公斤拢超过100块。面对猪肉价数一直在悬，拉袂落来，中华关肉品市场推出的肉虎甲烟肠，也会伫中秋节后调整价数。顶一站因为蓝耳病，个比较落晒，所以预成率较无遐悬。现在的这个价格算是高点，中秋节过后会做调整。中华关肉品市场表示，台湾为热人开始，因为猪仔胃口歹、大较慢，加上胃病、地属猪肉起关价，肉猪交易价数拢伫每公斤95至100块的悬点。加上即阵我中秋节需求量大，短时间内猪肉恐惊真歹落价。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进前因为风台的关系，台南的蚵仔是产量减少，佮再加上去年蚵病受损是真严重，也佮咧爆新的，即马成本抬起来了后，渔民就烦恼讲，这价数是拼袂过进口的，对本土的业者来讲，也那造成是真大压力。蚵农咧浸蚵仔骹手真美，对盆仔浮起来蚵仔看起来真大粒，这是强在当看到食材，尤其中秋节烘卖时，侪人兴这味，需求量自然就会增加。不过对蚵农来讲，最近的供应甲需求真歹达到平衡。算我那本钱愈来愈粗啊，啥物就起啊。你像这竹啊起，安尼线起，工钱啊起，啥物就起啊。伫台南安平沿海这搭，即阵侪人无用咧精力得高，被订打蚵病。去年10月风台甲这蚵病先歹去，地区真侪人爱订打，建立成本相对就会增加。那饲蚵仔成本一直咧起，因嘛无奈讲，因爱面对进口蚵仔历来本土的压力。受台风影响啊，然后又有那个瓦兰进口蚵仔打击啊，所以科农真的很难生存。我希望真的政府可以重视这个问题，自己要去自救了，因为我们自己台湾的蚵仔，看我们怎么去推广啊。那进口的话，相对我们台湾要把我们的产品推销到外国，外国的产品当然也要推销到我们本国一样啊。经过了解，目前越南进口蚵仔的价数，挂价上加一斤115块，线卖100到2支，参台湾小比拼。蚵农讲成本爱106块才会好，地数要卖予消费者差不多爱1斤205起跳。市府嘛回应，后续会请蚵农减少养殖数量，提升蚵仔品质，利润就会对咧增加。嘛检索台南自有品牌，减少价差。已经从每一年的8、9减棚，减到今年度放养剩7500多棚，那也让品质上升，以后让他们利润上升。自行破科之后，再用台南科的这个在地的一个品牌，那么销售出去，那去减少说中间的一个价差。面对进口价小价威胁，蚵农爱被扣保，因望政府通加重视这个产业，让台湾的蚵农有通永续发展的机会。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一寡目睭看袂到的人，会透过甲人掠领来趁钱过生活。也毋过，这阵啊人客数愈来愈少，也造成因的收入大减。云林县府就提供协助，除了拍影片、斗宣传、补助设备来翻新，嘛鼓励民众会当来甲因斗支持。看袂老律师掠领30多年，为人客脚底掠领无偌过时间，就了解人客脚背健康状况。毋过受到几年前疫情甲经济冲击影响，真侪人都减少开钱，也造成来客率减少的困境。那时候我们在做的时候，一个人按身体，女师傅都按身体，男师傅按脚底，一个人就是2个人服务。可是现在就没有这种机会啊！在店家的现在视障朋友。在店家几率都比较没有那么高，嘿。他哪讲无好做吗？很无好做，嘿啊。云林县都清楚表示，原来差不多2000块的市场者，这间市场掠领数46人，主要经营个人工作坊，为协助优化营业场所。云林县每3年补助110万块设备更新，这件透过宣传片办理市场掠领体验。就是疫情虽然开放了，但是就是会有，现在目前依我们的统计，大概减了30%嘛。那我们就持续借由一些协助的方案这些宣传什么，希望能够带动然后大家能够多去我们这些视障按摩据点去体验一下，然后也关怀弱势啊。
路政处表示，全国各乡镇有22个市场聊天据点，年会为20外岁到60外岁农户，拢有经过专业训练，摕到技术师证照。训练员每年会办演习课程，加15场市场聊天体验，希望协助推广帮助市场朋友。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年边呢，有一项传统，就是每年都会选出一个细汉查某囡仔来做活女神库玛丽，这也都是印度教女神加利的化身。虽然受众人朝拜供养，也毋过若到查某囡仔头一届过世来到落尽，也毋过落尽了后，就变做普通人，说是啥物拢袂晓做，命运是真无共款。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数百名信徒客满街路，游行队伍奔传统音乐迎接新一代女神库玛丽的诞生。2岁半查某囡仔阿雅塔拉斯加为3名候选者中选出，已经正式得到册封。आर्य तारा साकेत उसलाई हामीले चाहिँ छनौटका लागि सिफारिस गरेका थियौँ। त्यही अनुसार चाहिँ आज चाहिँ सिफारिस भएर यो आज यो पदस्थापन हुँदैछ।库玛丽被看作印度教女神，家来发心，临产定时检价，爱确认囡仔健康、皮肤外貌完美无欠点，也爱接受黑暗环境的勇气测试。册封了后，库玛丽就会带入寺庙宫殿的库玛丽之家，从此逃到外口无联络，双脚袂当落地行，面袂当有表情，只有伫宗教节庆才会当出门绕境。接受信徒恭敬的主持，一直到政治青春期来抄经，才会当写进库玛丽回归还人。库玛丽传统起源于17世纪，融合宗教甲文化代表，后生的查某囡仔甲家庭得到真悬的社会地位。不过也因为剥夺查某囡仔的童年甲受教权受到批评，即马规则已经修正，库玛丽会当接受家教教导，退位了后也有教育甲生活津贴。不过无论中回正常社会生活，甚至结婚生囝，拢无简单。即马尼泊尔社会对库玛丽的传统犹原是真尊重，每一摆临时册封，拢是一项大代志的焦点。公司新闻是会编译。人工智慧科技也互农业的出口大国荷兰，因的温室政策是更加提升哦。毋但解决人力不足的问题，也当增加发现病虫害几率，也大大提升有机农作物的生产效率。无人机升空了后，伫温室内底飞来飞去，经由所在即个摄影机来翕作物每天的变化，并且用人工智慧分析这资料，互农民会使更加紧来掌握作物的情形，提悬温室栽培的生产效率。国土面积甲台湾差不多大的荷兰，用先进的温室农业生产的技术，长期是全球农产品出口大国。机器需要真侪能力甲经验，才法度甲病虫害检查甲看出来工作，就用人工智慧来代替。It helps a lot because we detect the diseases in a very early stage. So when you have detected it in an early stage, you can take an action and to remove the disease very early because before it spread out of the whole greenhouse. 人工智慧伫农业应用的市场规模有了会继续来增悬。资料显示，去年全球人工智慧农业市值大约是21亿4千万美金，其中欧洲市场就占3成。有估未来6年的复合年均成长率会来到20%以上。这间荷兰公司本来只想要甲房间内底网仔赶走，互人去口困的。不过，真拄好机会之下，进入温室生产领域，经由人工智慧分析图像，协助全球客户用生物防治的方法，增悬效率来生产有机的农产品。This is our POTC monitoring system. That system is keeping an eye on the airspace of the greenhouse in the night. So anything that flies through the view, we see, and we start to determine what insect are we looking at. 另外一间相关来自荷兰的公司开发手机应用程式，互农民会使家己翕规盘幼崽，再来经由人工智慧30秒快速分析幼崽的存活率，包括降低机器用看的方式来判断的生活率。Whether you have tomatoes or bell pepper or any other type, it helps you plan and determine the best detections and counts for your particular use case. And in this case, it guarantees that your results are objective and are always consistent. 人工智慧的发展及应用越来越普及，也有助于未来园艺业提升生产效率。公司国际记者荷兰阿姆斯特丹报道。咱做回来关心今仔日各地的天气预报资料。
北部地區26度至36度，中部地區25度至34度，南部地區25度至35度。再來東部地區24度至32度，外島地區26度至31度。再來是未來3天的氣象。感謝你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聞，咱明仔載再會。